可思議的佛道科學。二、山中方7日，世上已千年，竟然有科學根據。山中方7日，世上已千年。倘若你有幸到天上逗留7日，回到人世間時，已經過了1000年。佛道認為，和仙山或天上相比，人世間時光流逝極快。以往人們都認為時間是客觀存在和不能改變的東西，無論去到哪裡，時間都是一樣的。所以山中方7日，世上已千年，一向都被視為神話異紀。然而，在1905至1915年間，德國猶太裔理論物理學家亞爾伯特·愛因斯坦發表的相對論，為這個神話提出了可供支持的科學根據。原因是相對論對時間和空間提出了突破性的見解。他提出，時間的流逝速度會隨着物件運動的速度和它所承受的引力而變化。就以速度來說，當物件的運動速度能跟光速比較接近，它所經歷的時間就會減慢。這個理論不單在現今的實驗室裡能夠證實，在一些天文現象裡也得以計算和證實出來。除此之外，引力也能影響時間的運行，例如是地球的萬有引力。今時今日的人造衛星裡面的時鐘要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調校，因為人造衛星在地球上空很高，它們承受地球的引力比起地球地面上小，所以人造衛星上的時鐘行得較快，而地球地上的時鐘行得較慢。由於兩者時間不符，便無法精準地提供衛星服務。故此，人類每隔一段時間，便需要重新將人造衛星的時間調校至與地面的時間一樣。這代表了什麼呢？這代表了宇宙上可能真的有些地方，由於引力很高，所以時間會過得特別慢。即使我們在地球上過了1000年，那地方也只過了1日而已。故此，相對論這個道理支持了以上這個情況的可能，就是山中方7日，世上已千年。而放眼宇宙，比地球更大引力的天體，亦是大有其在的。單是太陽系裡的木星，它的引力已經是地球的2.5倍，而太陽則是27.9倍。而且還有比太陽更大引力的天體，它們的時間就過得更慢了。可能這就是古人提出在天上過了7日，在地上已是千年的緣故吧。今集講到依度先，如果大家想共弘大道，分享這份功德，就不妨替這部影片給讚、訂閱，或者係在下面留言。只要你有咁樣做， YouTube 的演算法就會將這個頻道的影片推送給更多人，使更多人受惠。多謝。